各位小朋友，大家好！小朋友，你有冇留意到啊？老師今日去咗邊度呢？老師今日唔喺學校，唔喺課室，而且你望下老師一身嘅裝束有啲咩特別啊？我頭戴住頂帽，身着住運動服，仲孭埋個背囊添。你哋估唔估到老師去咗邊度啊？係啊，老師去咗郊外旅遊啊！噔噔，今日嘅天氣咧仲好好添啊，好適合去郊外旅遊，呼吸下新鮮嘅空氣。小朋友，你哋聽唔聽到啊？有啲聲音嘅，係邊個嚟咗啊？你哋係邊個嚟㗎？你好啊，我哋係昆蟲家族嘅成員嚟噶。蟲家族，蟲，昆蟲，咩嚟嘅咧？我哋帶你過去睇啊！好啊，好啊，我哋一齊跟住佢哋去咯。一群螞蟻正在一個跟一個咁出去揾食物，好有秩序啊！小朋友，你覺得啲螞蟻似唔似你哋平時喺學校咁一個跟一個排隊返課室啊？咦，有隻好奇嘅螞蟻走咗上嚟我哋隻鞋度喎，不如小朋友我哋一齊控埋啲，睇真啲。螞蟻有幾多隻腳呢？我哋一齊數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冇錯啦，螞蟻有6隻腳。講樣秘密你哋知啊，原來喺昆蟲世界入面，所有嘅昆蟲都一定要有6隻腳㗎。除此之外，佢哋嘅身體仲分成3個部分，最上面嘅係頭部，中間係胸部，最下面呢就係腹部。所以螞蟻係屬於昆蟲類嘅一份子。我哋試下一齊讀啊！螞蟻是昆蟲，冇錯啦，大家都讀得好好喎。啲螞蟻要繼續揾食物啦，小朋友，我哋一齊同螞蟻講拜拜啊！拜拜。拜拜，螞蟻。小朋友，頭先我哋認識咗昆蟲家族嘅其中一位成員，你哋仲記唔記得係邊個啊？冇錯啊，係螞蟻啊！啊，咁你哋咧？你哋係咪都係昆蟲嚟㗎？你想知啊？不如你跟我過嚟啊！好啊，我話我哋你知，跟你哋一齊去睇下你哋嘅屋企咯。郊外仲有好多小蜜蜂啊！小朋友你睇下，有好多小蜜蜂正在好勤力地採花蜜，然後佢哋會將採到嘅花蜜運送返蜂巢入面。哇哇哇！有隻蜜蜂飛咗過嚟啊！哇！小蜜蜂飛得好近我哋啊！老師見到小蜜蜂有好多隻腳喎，小朋友不如我哋一齊數下佢有幾多隻腳啊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小蜜蜂有6隻腳。蜜蜂嘅身體仲有3個部分，我哋一齊攞隻手指仔出嚟指一指，頭部，下面胸部，再下面腹部，冇錯啦，就有呢3個部分。小朋友，我哋啱啱數咗蜜蜂有6隻腳，身體有3個部分，
所以蜜蜂係昆蟲嚟㗎。我哋試下一齊讀啊！蜜蜂是昆蟲。冇錯啦，小朋友都讀得好好喎。哇！小朋友你睇下，小蜜蜂帶咗佢個朋友仔過嚟啊！原來係甲蟲啊！甲蟲擁有一個堅硬嘅外殼，可以保護佢哋嘅身體。同埋你睇下啲顏色，好鮮豔啊！係好鮮豔嘅紅色嚟㗎。小朋友，你同老師一齊打開雙手，睇下邊個會嚟？原來係可愛嘅甲蟲啊！你睇下，佢都有好多隻腳㗎喎。小朋友，我哋一齊數下咯。好，小朋友，我哋預備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甲蟲有6隻腳。甲蟲亦有3個身體部分，分別最高嘅頭部、中間嘅胸部同埋下面嘅腹部，總共有3部分。甲蟲擁有6隻腳同埋3個身體部分，所以小朋友，你估下甲蟲係唔係昆蟲嘅一份子呢？答案係冇錯啊！甲蟲係昆蟲嚟㗎。試下跟住老師一齊讀：甲蟲是昆蟲。冇錯啦，小朋友，大家都讀得好好啊！小朋友，今日老師好開心可以同你哋一齊去認識昆蟲家族嘅成員。一陣間呢，老師會同你哋玩一個小遊戲，老師會俾2種小生物嘅圖片俾你哋睇，咁你哋就要諗一諗、數一數、睇一睇，睇下究竟邊一種係昆蟲家族嘅成員。你哋準備好未啊？準備好嘅，我哋數3下，一齊去玩喎！預備，1、2、3。小朋友，你哋估唔估到邊一邊係昆蟲呢？如果你哋覺得係左邊嘅蚊係昆蟲，請你做呢個深深嘅動作。但係如果你哋覺得右邊嘅鴨仔係昆蟲，請你做呢個雙手擺面嘅動作。答案係蚊是昆蟲。大家答得啱唔啱呢？因為蚊有1、2、3、4、5、6，有6隻腳，但係鴨子只有1、2、2隻腳，而且蚊身體有3個部分，分別係頭部、胸部同埋腹部。所以蚊子是昆蟲。咁小朋友，老師最後有一個問題想問你啊，究竟畫面上面嘅蛇係咪昆蟲嚟㗎？試下將你嘅答案話俾爸爸媽媽聽啦。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